台语的时代，我有一个梦。台语网络有声读报第13號。食老食在的代志，第22，土石流，作者李勤岸。风台来迄暝，正蕊目睭就好势好势，倒蕊煞发生土石流，红色的火热盖满白人的平地，真侪生命走袂赴，去互活台。正蕊目睭离倒蕊真近，却远如南北两地，看袂到伊的凄惨，无对伊疼，无对伊流目屎。平时无顾家己的身体，年久月深，土质松化。搁迄暗的风台若行，淡薄顺的雨水若过济，火油一时若无法度消透，溪着放，溪水溢出来，就会眼出血，一个精神。学完了后，若无要好好保守土地，后边过来就是脑溢血，规个身躯、规个国土，就爱扛去种。连同无血无目屎的北平，迄类好细好细的目睭。